是啊。对啊，看你啊。好。因为现在就是有社交距离。嗯，好。嗯？没错。伊说给的册，通常我们会这样讲，的册，他的书这样，伊说给的册。你要直接这样，你要直接这样子讲也 OK 啦。哦。只是听起来对都可以，伊说给书安尼嘛会使。呵，这个是定。就天。就天哦，天开哦，天哦。天开式。是，啊，天哦，天，一直念错。然后这个是不是念上去的？它好像是念什么？上去。上去对。我的目睭前对对上去。上去。上去。上去，好。对对，上去。古台语。对啊。上去，好，应该只有这两个比较难。这个天哦，天，就是天的那个。对，跟天的那个。开始。我的目睭前对对上去。上去。上去。我怎么记？上去。对对。上哦。上去有一点就有鼻音的。上去。好难，这好难记。上。啊，没关系，我想办法。对。对对，上去。就天开切。我的目睭前对对上去。
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恩待台湾吼。咱看起已经真久的时间，拢一直是家人来到，家人来到。啊，咱期待祈祷的中间，毋茫无偌久，咱就通这个口罩会通摕掉吼。即摆已经规定，就是圣歌队伫台顶已经献诗的时阵免挂口罩，牧师讲道嘛免挂口罩，吼，已经规定是安尼，真欢喜。来，咱来读的圣诗156首，圣诗156首。有一个爱注意的所在吼，第二节的上尾仔抓，第二节的歌词上尾仔抓吼，签名圣切意义。签名圣切意义。另外第三节的第二节，顾远无啥物，毋是无干哦，吼，毋是盲手干哦。顾远无懒，就是无野心啦。顾远无野心，顾远无懒，无懒吼，袂懒啦吼。顾远无懒，明日 ，OK。过来第三节，依然是这节。第三节上落尾，夙愿光明安定，毋是安定，盲手安定。顾愿光明，夙愿光明安定。OK， 好，好，咱来念第三节、第四节吼。将心亲像一鸭天使，顾愿无难秘日，人生路暗，时常行行，光明安定。第四节，主那最愿心来更定，对你为的在明，地久相多，就出大声，不用天顶的听。咱过来看一首圣诗255首。圣诗255首，我有保护者伫身边，真水的一首诗歌。歌词大概无问题，咱来吟第一节就好。咱的诗到这，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恁着耶和华唱欢喜、唱新的歌，全地拢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寿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吟诗、信诗156首，信诗156首，恳求圣神感动愿心，请会众起立。咱有缘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由在世女玛利亚出生，伫本着彼拉多忍耐受苦。顶十日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为死人中国活，就天，才伫真爸上帝大病，伊要为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21篇，启应文第21篇。
我来刻，大家来听，来应。全地的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地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乌落入伊的院，着用感谢伊，学老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同心来祈祷。创造万物的上帝，阮感谢你，学了你，感谢你，互阮搁平安的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过去的一礼拜，无论阮拄着好的还是歹的，今日拢要来到你的礼拜当中，交托互你。因为你是阮生命中的主宰，阮一生拢要坚定行你所安排的路，来服侍你。感谢你，今日互阮有气力咧伫圣殿中敬拜你，嘛感谢你保守阮过去的疫情受到控制，互阮会使恢复到即马正常的生活。最后，请你引带阮未来的道路。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学老圣歌队所要学老的诗歌是：愿你成做阮福气。
今日的圣经是记载伫以西结书第10章的18节到19节。以西结书第10章18节到19节。今日的周报后壁拢今日的经文，我来读。耶和华的阴光对店的户顶顶出去，停伫基路宾的顶面。基路宾出去的时，就天开始，伫我的目睭前对地周去。咱也伫伊的身边，停伫耶和华的厝东门的门口。伫因的顶面有以色列上帝的阴光。圣经读到遮。讲道，请黄志梅牧师讲道的题目是：上帝对我来离开。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看到圣歌队和牧师拢无带喙暗，就知影这疫情已经愈来愈好势啊！吼，因为有新的政策，讲伫台顶，无论是牧师还是讲是老师，吼教册老师拢会当免挂喙暗，因为咱有即个社交距离，咱的礼拜堂有够，吼，咱的礼拜堂有够。好，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有时啊，伫阮的生活中间，阮会感觉讲，主，你是毋是对阮来离开？恳求主你圣神帮助阮，带阮进入到伫你的内面，互阮通听见，通经历主你的话语的真实。主，阮今仔日仰望主你继续阮来讲话，互阮会当对你来得到人生的快乐。愿咱的仰望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几礼拜咱在读以西结的册，相信大家拢毋知啦吼，大家是毋是读这个册的时阵，感觉心情足叮当的？有时啊，也感觉讲以西结的册，感觉真恶的了解。其实吼，咱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甘苦心的旅程。顶书是咱有讲到以西结伊受掠第5年，伫巴比伦外邦的所在，伊看到上帝的异象，上帝阳光以西结来显现。接下咱阁继续为后壁来看的时阵，看到第3章。第3章，上帝呼召以西结成做以色列的守望者。伫咱一般的观念内面，成做一位守望者、守望者，吼，就是为着某物人、为着某物事件来祈祷，望通借着咱的祈祷，会当遮的一切拢会当进行啊真顺遂，会当行伫上主的旨意的内面。总是上帝爱以西结所做，毋若是祈祷那定。伫第3章遐有记载，上帝爱以西结安怎？除了祈祷，阁爱敬戒，甲以色列人来敬戒。即使以西结无照上帝意思去甲因敬戒、苦劝的时阵，因就无法度离开迄个歹。若是安尼，除了遐个行歹、第一行歹以色列人会陷落伫因家己的灭亡的中间。连以西结本身，伊也会对迄个中间来死亡，因为上帝会以西结来讨伊失职的罪。以西结莫想讲家己犯罪是因啊，做毋着代志的是因啊，安尼我家己无代志，安尼就好，无可能，吼，无可能。接下上帝阁吩咐以西结用砖啊，咱看上帝互伊上帝阳光以西结显现的是了后，上帝吩咐以西结，你着摕一块砖啊，顶面画耶路撒冷，然后你为倒边倒几工，为正边倒几工，然后阁用拍瓜的屎来烘饼。吼，这伫咱顶礼拜查经祈祷会有真丰富的讨论啊！吼，用打去拍打的屎来烘饼，可能应该70岁以上的人有这个经验哦。吼，
若无即个经验的，即问一下，知影的人就甲毋知影的人讲一下，吼，分享一下。上帝爱以色列用朴打的迄个屎来烘饼摕来食，搁有啥物咧？搁爱煎头毛啊，加喙鬚啦。上帝爱以色列最食的，就是爱表明上帝的审判得要开始啊。对以色列头一摆看到异象真紧，安尼一年就过去。上帝的荣光伫一年了后，搁一次以色列来显现。对第8章到11章记载以色列，伊第2次看到上帝的荣光，看到上帝的异象。伫第8章遐有讲，当以色列和犹大的众长老拢是受掠啦，即阵人拢是受掠啦，吼。当以色列和犹大的众长老坐做伙的时阵，耶和华的手下伫伊的心上，耶和华的神将伊举悬，甲伊扣甲足悬的，就是扣伊一撮的头毛，甲伊扣甲足悬的，扣悬到伫天地中间，意思是以色列的身躯犹伫咧迄个众长老的面前。迄若说书上帝即马甲我扣走吼，我人阁徛伫遮，你著看到一个牧师徛伫遮啦吼。总是我的灵魂已经扣甲毋知互上帝名扣到倒位去啊安尼。迄时以色列伊的灵魂已经互上帝扣到倒位去，扣倒转去耶路撒冷。上帝伫即个时阵将以色列的灵魂扣倒转耶路撒冷迄个所在。迄时的耶路撒冷已经受巴比伦来统治。南国犹大的最后一位君王西底家，搁伫遐做最后的征战。搁有另外一个先知，咱拢真熟啊，吼，因为正才读过，就是耶利米。另外迄当阵，搁有另外一位耶利米先知，当咧做最后的努力。耶利米在做啥物努力？因为咱知影，南国犹大要受巴比伦来灭亡的时阵，上帝借着耶利米，和遐个人讲，咱着投降啦，吼，咱着投降，莫阁抵抗啊，咱着降服伫巴比伦的治理的下面。总是真侪人拢无爱听，无要信道，吼。咱正前在读耶利米书的时阵，就知影即段历史的记载。耶利米一直在苦劝，总是无效。就是差不多伫迄段时间，就是南国犹大要行灭亡的迄段时间，上帝就将以色列的灵魂对巴比伦阁扣倒转来耶路撒冷。上帝是安怎要将以色列的灵魂对远远的巴比伦阁扣倒转来耶路撒冷？伊是要互以色列看到啥物呢？上帝要互以色列看到以色列人的罪啦。看到以色列人吼，在满山满谷遍地全地吼，即个圣洁的所在，当初上帝应允要互因分别做成圣洁的即个土地，即个所在，到如今吼，四界拢是偶像，以色列全地拢有激动上帝极度的偶像的作为。嫉妒，听有无？因为昨暗无说特别问讲嫉妒啦吼，激动上帝的嫉妒、嫉妒。毋过白话是有会写妒气，吼，所以妒气嘛是古早的迄落白话是，新的台语现代台语讲嫉妒。嫉妒吼，讲华语就无对吼。咱礼拜了后才好好学一下吼。嫉妒，妒气，我就讲妒气就无问题啊吼。妒气就是嫉妒的意思啦吼。怨妒，嫉妒和怨妒，敢若无啥共款，连我都感觉无啥共款，吼，妒气啦，吼，咱就用迄个台语汉字本，就是讲妒气啦，吼。上帝互以色列看到遐个以色列全地拢有激动上帝妒气的迄个偶像的作为，
以色列人竟然这么理所当然来拜偶像。伫这个仪式的中间，首先呢，以色列看到上帝荣光充满耶路撒冷，然后佫看到第10章头前第30到第50，上帝佫予以色列看到殿内有云满满，圣殿内有云满满，耶和华的荣光会灿烂充满迄个殿。就亲像当初所罗门伊咧献殿的时阵，伊去圣殿去了，献堂，我拢讲献堂吼，献堂的时阵，迄时阵圣殿就有云充满，上帝荣光也充满迄个殿。只不过现在即摆上帝荣光充满，毋是为着要祝福，是为着要审判。即摆上帝荣光充满耶路撒冷圣殿，毋是为着祝福，是为着审判。上帝进行审判一个真重要的记号，就是在伫咱人来看，就是伊的荣光要来离开啊，就是上帝荣光要对咱来离开。今仔日的经文讲，耶和华的荣光对殿的护顶顶出去，停伫基路宾的顶面。基路宾出去的时就天开色，伫我的目睭前对地上去，轮也伫因的身边，停伫耶和华厝的东门的门口，伫因的顶面有以色列上帝荣光。对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开始，到当以色列的时代，经历400多年，上帝一次搁一次表明伊的心意。一次搁一次差派伊的先知去警戒以色列人。伫这个过程中间，有几啊位君王对上帝提醒有正面的回应。咱较熟的有大卫、约沙法、希西家甲约西亚。毋过真可惜，以色列这个民族，因最后因选择犹原要继续行迄条灭亡的道路。伫以色列的册第8章遐有讲，上帝讲以色列压伊的生气，压伊的怒气，因为上帝对以色列的疼是遐尔啊深，遐尔啊认真。总是以色列对上帝的疼，敢若是我爱你来就来啦，我无爱插你吼，你就离我较远的，莫一直甲我耳孔边仔细念足吵的安尼，吼，挥之即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遐尔啊袂要无紧。咱在座吼，咱若是有结婚的，迄才是男女朋友的吼，就知影。若是我毋知影啦吼，恁敢有法度忍受恁的另外一半三心两意？吼，迄就是伊真意爱某一项物件，甚至是某一个人，吼。伊疼遐个比治愈你的需要搁较深的时阵，忽略你的存在，我毋知你敢会当来忍受。第10条诫的内面的第2条诫，上帝讲：除我以外无别的上帝。耶稣也讲：疼爸母、疼囝是较赢疼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唔肯举起家己的十字架的人，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其实有时阵，咱伫家己真无用的生活中间，定定会袂记住上帝对咱的疼是偌尔啊深。有时咱真无用在趁钱，有时咱真无用要计划佚佗，有时咱也真无用伫咱的烦恼的中间，一直在烦恼，一直在烦恼。咱看重家己较会疼，咱看重家己的需要，咱看重家己所想的物件，较赢上帝。若是安尼，我毋知影，是毋是安尼就会至到会惹起咱上帝的怒气？当我们很在意那一些东西的时候，在意到已经忽略上帝的心意。
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在惹动上帝的嫉妒？伫路加福音浪子回头的譬喻的内面，一般咱拢会为着迄个离家出走的细汉囝，感觉真可惜。总是咱也对伫伊伫外面离家出走的即个细汉囝伫外面，果然伊拄着真多食苦的遐代志，咱感觉应该啦吼。像讲伊当初要安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佮为着伊最后愿意回头来，感觉足安慰的。咱有发现过，咱毋知有发现讲，即个譬喻对头到尾，咱感觉即个老爸拢真看重即个细汉囝。在圣经里那个篇幅记载那个浪子回头比喻那个篇幅记载这个小儿子的这个过程，那个篇幅也蛮大的。咱感觉即个老爸真看重即个细汉囝，真伫意，咱也真伫意即个细汉囝伊的发展。总是另外还有一个大兄，这位大兄咧，我毋知大家对即个大兄的印象安怎？总是有可能伊才是咱心中的男主角。安怎讲咧？这位大兄伊直想要得到老爸的看重。虽然伊的小弟离家出走迄段期间，伊可能他在家里就唯一的儿子嘛，哇，天之骄子，完全应该可以完全得到父亲的注目的焦点。总是咧，无，伊感觉老爸的心犹伫小弟的身上，到伫小弟搁倒转来的时阵，哇！就证明伊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伊看到老爸替小弟传的遐一切，哇！他嫉妒的那个情绪规个拢压起来啊，嫉妒。这个譬喻的落尾，伫大汉囝内心的不满，甲老爸对大汉囝的无奈来做结束。大汉囝无明白伊老爸的心。大儿子不明白这个父亲的心，他跟父亲闹别扭。虽讲伊无离家出走，不过伊的心早就和老爸已经离家足远啊。他们人在心不在，人在一起，但是心从来都没有在一起。这个大汉囝一直感觉家己无受到看重，感觉老爸的心无伫伊心上。兄弟姊妹。咱同款是主内兄弟姊妹有时咱会安尼想讲，别个肢体拢过甲足尔光彩，做生理的趁钱，做工作的嘛受到伊头家的重视，有的读书学业遮尔好，凊彩考拢第1名、第2名、第3名安尼夫妻的感情也真好，厝内也真温暖，我哪会安尼？我咧，天父上帝，你是无看到我的需要吗？我很嫉妒哦，天父上帝，平平是你的囝你哪会大细汉差遐多？有时咱是毋是安尼误解咱父上帝的意思？伫工作、学习。迄才是咱的家庭、咱的服侍等等的中间，咱减为着遮个来埋怨上帝，拢无甲咱注意。会记即顶次是牧师有提到讲，有讲到牧师和迄个青少课、少年团课上机要整理班，都是现在是用小药理问答。这个教材小药理问答的第一课就是人活地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荣光上帝，掠上帝最欢喜。上帝的心意就是爱咱掠伊最欢喜啊！无论是伫工作、学习、服侍各方面，只要是上帝呼召咱所去做、所踮伫的迄个位置，伊拢意爱咱会当伫迄个位置。咱受到呼召的迄个位置来掠伊最欢喜。圣经对头到尾拢无讲，
上帝拢无要求咱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的绩效，从头到尾，上帝没有要求我们要做出怎么样、缴出怎么样的成绩单，无。因为迄是属于圣性的工作，迄毋是咱人会当拍算的，咱只有去做尔。我们只能撒种浇灌，但是成长的是谁？互伊成长的是上帝啊！迄是属于圣性的工作，无论修行有偌济，迄拢是上帝伊应该得到的荣光。兄弟姊妹，咱着爱细致省察家己，毋通成做第二个大汉囝。当咱遐尼注重成绩的相似，咱有可能是在质疑家己的表现，质疑家己应该得到的回应，质疑家己应该得到荣光，因为这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啊！这个世界就是用成绩、用绩效来怎么样来评断一个人，总是上帝毋是安尼看的，上帝毋是安尼看的。所以有时啊，咱真质疑这个效果的时阵，咱有可能会抢夺上帝荣光。当咱一直咧质疑家己有偌敖，我做这项代志得到偌尼多普仔声的时阵，咱会抢夺上帝荣光。即使咱确实知影上帝的心意，即使咱定着要来过一个掠上帝最欢喜的这种的生活，咱就袂也无应该有这么重的得失心啊！如果我们真的确实知道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真的确实知道我们要凡事以神为乐，过一个以神为乐的生活，我们的得失心就不会那么重，也不应该那么重。哥林多后书第8章遐有讲，人若有热心来奉献，上帝的确会欢喜接纳恁献恁所有的，袂要求恁所无的。上帝是欢喜接纳咱献咱所有的，毋是咱所无的。先知以色列所踮的时代是以色列上悲哀的年代，上帝荣光离开耶路撒冷。咱在看这段历史的时阵，咱在看读以色列的册的时阵，咱是感觉真悲哀，还是感觉真生气，还是感觉讲，哎呦，这恐惊是在讲我咧，毋知是毋是在讲我。虽然以色列人从来就袂捌对上帝的悲伤，因感觉自责，他们从来好像都不太会对上帝的哀伤感到自己自责、亏欠。不过，上帝却为着以色列来感觉足悲伤的。上帝为着以色列的离开，伊感觉足悲伤的，因为上帝疼因啊，上帝也注意因的需要。虽然以色列人从来就袂捌对上帝所发的大生气认真来悔改，不过上帝却掠伊妒气的疼，将伊圣性的火压为耶路撒冷，为着要消灭一切有为垃圾，望伊的子嗣会当重新恢复圣洁，重新和伊结连做伙。虽然以色列人对家己本身的信仰境况也真清楚，也知影讲上帝无爱因将别个偶像来比拼上帝，因为十条诫对因来讲是倒背如流啊。十条诫应该毋知影吗？总是因一直选择放纵家己的私欲，无掠上帝欢喜最要紧。毋过，信是灵敏的上帝却袂去杀因，因为伊应允大别讲，伊的慈爱永远拢袂离开伊甲伊的后裔。因为安尼，虽然以色列看到上帝荣耀离开耶路撒冷，总是上帝的心犹原踮伫因的心上啊，就亲像浪子回头内面迄个老爸。以色列的守望者以色列，就亲像是一位老爸的这个角色。
伊真沉重，伊的心情真沉重，心肝真郁卒。遮尔啊沉重、遮尔啊郁卒的时刻，阁要去做上帝爱伊所做的一切，阁目睭紧紧安尼看着上帝阳光安尼对耶路撒冷来离开。耶和华阳光对殿的护顶顶出去，停伫基路宾的顶面。基路宾出去的时阵，就天开色，伫我的目睭前对地上去。当以色列看到遮个异象的时阵，但是上帝拍开咱的目睭，看到上帝阳光对台北市、对新北市、对台湾的顶面安尼来离开的时阵，我毋知大家有啥物感想？对人的角度来看，是上帝来离开；总是对上帝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毋是安尼。就亲像浪子回头的比喻，对后生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大汉囝是细汉囝，伊拢感觉老爸对因无够好啦，无有达到因所要求的迄个标准。总是对老爸的角度咧，我这两个囝吼，拢无明白我是安怎遮尔啊疼因。对老爸的角度来看，是这两个囝拢无得明白老爸的心意，是后生家己要来离开，是后生家己和老爸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迄位老爸伫悲哀无奈中间，伊的内心悠然充满一位老爸的疼。这位老爸真期待大汉囝会当明白伊的心意。也真期待，迄位流浪的细囝会当搁倒转来。上帝敢有对我来离开咧？无论是对迄位看袂清老爸疼的大汉囝，要是离家出走流浪伫外面的细囝，其实咱知影老爸的疼一直拢伫咧。上帝敢有对我来离开？对以色列来讲，因陷落伫真大的黑暗的中间，总是亲像乌云罩顶啊。台北市若是乌云、乌云密布的时阵，咱就无法度看到云顶面的什么日头。总是上帝阳光悠然伫遐。细数，你感觉？这段经文，今仔日这段经文，迄才是读以色列的册足沉重的。迄是因为上帝倒去，上帝倒去的疼，实在真有分量啊。细数，你感觉这段今仔日的信息真沉重？迄是因为咱检采，咱有发现咱家己对上帝的疼的回应。咱会感觉真无够格。上帝遮尔疼我，总是我对上帝的回应，敢觉淡薄仔见笑。若是你有感觉上帝对你来离开，其实伊当在用倒去的疼在疼你；若是你有感觉上帝对你来离开，其实伊悠然伫你生命的某一个所在，在等待你。即使你和以色列同款，当在承受才会属伫守望者的孤单甲悲伤，毋通失去仰望，就确信上帝阳光悠然灿烂光明啊！即使有人用上帝的疼来劝勉你，毋通犹豫，咱就赶紧来回头。即使有人正在用上帝的疼来保守看顾你，请你确实要认真、念面来回应这个疼，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诚做阮的保护者，伫阮的身躯边保守看顾。主，阮感谢你诚做阮的日头，照光阮头前的道路。感谢你诚做阮的灯牌，坚固阮的信仰。
但求你继续保守阮，催逼阮，通哪来哪听你，哪来哪亲近你。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是信息255首，信息255首。我有保护者伫身边，请会众起立。请坐。奉献，咱请书献的同工。请起立，手奉献诗。
请坐。公道，咱请掀开周报来呀。大多数项教会意向，宣传正信道万民改世时，第一点，阮为着肢体调养的陈金子、刘慧英、陈王兰、陈丽水、卢雪英、洪甘之、石玲玲、陈美芝、谢丽慧、胡艺梅、杜昭、刘慧忠、赖胜雄、林以洛，以及福建的陈昭明、汪世军、张美妹、洪千惠的父亲，以及晕眩陈秀龙，以及肿瘤化疗的陈义利以及结尾的父亲，还有皮肤发炎的林以乐、血栓的张惠良，还有脑溢血凯蒂的父亲，还有怀孕中的罗心如、史凯华，以及坐月子的秋霞媳妇文颖，以及心灵坚固杨淑慧。第二点，为着中职东港进行2022年的曙光计划，会使在基督中合一推动。第一步确定的中间充满信心。第三点，为了全球防疫、台海安全以及台湾国际定位产业远景，求主护佑带领，让党心来开声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今日阮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继续为着阮有需要的兄弟姊妹来向你祈祷。希望你的爱、你的话，成做阮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力量。伫身躯有病痛的、心灵哀伤的，倒有生的，拢有你的同在，用你上好的安排。互阮来面对阮的软弱，引带阮头前的路。最后，阮嘛要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安尼开声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袂得带我入地市，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下晡1点，礼拜部伫4楼召开书记的座谈会，请书记同工参加。第二点，11月2号拜二，北中7十之3议会
在大稻埕教会召开，两位牧师甲第一长老代表参加。第三点，后礼拜主日11月7号为台神纪念主日，请为着神学教院的需要，关心大道奉献。第四点，有鉴于本堂财务同工的繁重，以而后就是对外奉献关账时间为2周，就是当周与下周。那超过2周还要进行奉献的，请直接划拨或转账到该单位，教会届时不再转收。第5点，后主日华语礼拜以后，宣导部召开2022年的暑假研讨会，请同工拨空参加。第6点，等下牧师的补充报告。团契消息，11月12号拜5 10点，松年团契聚会，内容信息分享以及圣诞恋歌。第2点，11月13号拜6下晡4点，妇女团契聚会，主题知梅牧师时间。第3点，北中松年部11月19号礼拜5的大坑风景区海湾乐世界一日游，报名已经截止了。对，这边要更正一下，已经截止了。对，那教会消息，本主日下午3点半，石牌教会举行张汉杰传道丰利牧师就任第3任牧师受职礼拜。奉献名下，阮家己看有毋对的，阮家己甲会家跟进。好，牧师伫遮补充一下，咱看第4点吼，因为咱知今年真毋甘吼，咱的洪树长老遮尔很临时啦吼，就是很出人意外的就这样子来离开，所以在财务同工这个部分呢，就是他们的担子就变得很重。很重，然后紧接着又碰到了3级警戒，三级警戒，所以整个我们的财务流程、财务同工，他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受到很大的调整跟冲击了他们的工作量真的是很大很大，因为他们每个礼拜都要 stand by 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做我们的财务同工呢有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希望以后我们的对外奉献，好，比如说我们下个礼拜台神奉献主日这样子的对外奉献，还有我们10月17号不是有明志教会来募款吗？那种建堂的那个募款，类似像这样子的奉献主日呢，我们就是在比如说以台神奉献纪念主日好了，下个礼拜11月7号嘛，我们就是11月7号跟再下个礼拜11月14号这2个礼拜之内。我们可以帮你们代收奉献，然后再转交给台神。那如果呢超过11月14号，已经过了2个礼拜，你还是对这个那个感动突然就来了就是很想对他奉献，那你可以直接转账划拨给台神，那教会就不做代收的动作。因为教会这边，他们除了要算钱，还有很多的一些后续的一些记账啊等等的作业，很繁杂了还蛮繁杂的。所以我们也顾念我们财务同工的辛劳，我们就替他们省一点力这样子好，请大家，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我们就是配合一下这样子。好，那第6点呢，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的防疫措施已经又在降级，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容留人数限制了，因为我们周报是礼拜5就已经印好的，那他礼拜6他才调整说，就是即日起就可以开始实施，不用等到11月2号这样。好，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没有总流量人数的管制，然后吃喝好像我们讲说，外面的餐厅也都就是很自由自在啊，就是自由做开放这样的吃饭，好像主日爱餐可以恢复，但是呢。其实跟刚刚财务的那个部分也是一样啦，就是爱餐也，我们不是餐厅我们有我们服事的同工，本来的服事群，那这个部分还需要我们的关怀组那我们关怀部长他也有邀约几个
爱餐主力的同工有在商量这件事情。那商量的结果是觉得今年我们就先不移啦，因为外面的餐厅开放是因为他们要赚钱，他们为了要维生、养家活口，不得不在某一个程度上开放。那因为教会并不是非得爱餐不可，就是我们不吃爱餐，我们也不会对我们的生计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哈，只是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开放爱餐，对于爱餐小组的同工来讲，他们觉得还是有一些疑虑。那有些会友也有一些疑虑哈，说这么多人这样子挤在一起吃饭聊天啊，这样子的，觉得好像还没有很平安，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今年就不会恢复爱餐。好，那我们如果这个疫情就是继续这样子稳定持续的这样子往下走，那我们就是预计明年开始我们再来恢复爱餐。好，以上补充。上营信息507首，信息507首，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未到闭会。